很多敏感的人来问我说：“张姐，我真的回来就觉得不舒服，怪怪的，怎么办？”就像有些人去跟人家拈香啊，参加一些告别式。其实我通常我去了告别式或者是殡仪馆，我都会去一些餐厅啊，去吃个东西，不要直接回家。然后回了家你还是觉得敏感怎么办？所以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我的穿的衣服全部都会脱下来。脱下来以后呢，我就会从头洗澡，因为你知道带了丧气回来。然后如果说你还是不舒服怎么办？然后就拿一点海盐，半杯热水，半杯冷水，然后喝下去。最好是你跟我说你拉肚子了，啊，恭喜你，你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排掉了，啊，或者是用那个阴阳水、盐巴，好，从头冲一下。还有一种情形是你不要太在意，因为你越在意你就越怕，你越怕就越有。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自在，很轻松的做完。所以道真现在讲的东西都是我平常用的方法，不要好像以后就碰到这种事情就很害怕，这样不用紧张。好，如果你真的没事就不用这样做。这样